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三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予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桃园市的阿玲，甲伊的查某囝阿红，也佫有妹妹，欢迎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袂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玲阿姨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哦，咱即摆有看到一幅图，请问妹妹，你有看到啥物呢？我看到树叶啊，树叶啊，有足侪树叶啊，对无？啊，搁有啥物呢？有阿米啊，一个伊边啊，哦，阿米啊，阿米啊有几只？你要算看觅无？两只，咁就是咱算看觅。两只，几只？两只，三只。三只。阿红，你有看到啥物呢？我有看到有一个面桶，面桶、卡桶对无？啊，卡桶内底有啥物呢？有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伊咧洗浴、洗身躯对无？我有看到内底有水，有水吼，就是伫咧卡桶内底有水。啊，卡桶外口咧嘛有水，嘛有水。毋过内底的水袂使啉吗？哦，对哦，卡桶内底洗身躯的水、洗浴的水袂使啉。毋过会巴肚痛。哦，对哦，若是啉会巴肚疼，因为迄是洗身躯的水对无？巴肚痛就爱食兔的药啊。哦，就爱食兔的药啊。好，咱洗身躯的时阵，妹妹你洗身躯的时阵，敢有用卡桶来洗身躯？有浸烧水无？有你有介意浸烧水无？有，你大概浸烧水的时阵拢咧算啥物啊？将球，算球是毋是？啊，你敢会家用迄散文泡用伫诶迄个卡桶内底，用伫水面顶？无有，妹妹上介呀，妹妹上介甲沙文泡用伫咧迄卡桶内底用水，啊，都会安怎？对，有足济。就在泡泡，毋过用将手的迄边水，一个边的哦，嘛少的，手的少就会烫掉。哦，是哦。啊好，啊你咧，你洗身躯的时阵上爱算啥物？我上爱上。你这是啥物意思咧？你要用讲的，大概讲无？毋过我有看到一个两只树叶啊，毋过伊一个飞。哦，迄树仔伫咧飞对无？我上介算咪，用烧喷明是毋是？对啊，我该去阿嬷遐喷落雨。落雨啊，哈。用迄水喷迄面顶啊，就会落雨。好，我要问恁一个问题：即摆洗身躯是谁洗？恁家己洗身躯还是妈妈家己洗？妈妈甲你食，妈妈家己洗啊。对，阿红咧，是我甲你洗。你即摆会晓家己洗身躯啊？是毋是？嘛会晓家己洗头？敢会迄？毋过迄样爱爸爸这样子，伊要家己跑出来。哦，阿兄家己洗浴，啊毋过爱大人家己带出来，安尼。哦，毋过后尾啊就该去买汤棒仔。哦是哦。阿尾仔伫咧马桶放屎，咱看到迄个查某囡仔坐伫咧卡桶内底，亲像咧坐船共款。啊，恁敢有坐过船啊？有，毋
毋过我无坐过飞轮机，哦，你无有坐过船啊？无坐过飞轮机？我有坐过飞轮机，但是我无坐过船啊。敢无咱去日月潭的时阵，敢有坐船啊？坐船啊，你阁会记咱去日月潭坐船啊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是你有看到啥物咧？我有看到迄流浪是毋是？条你伫个坐日月潭的船的时阵，看到边仔有流浪伫天顶啊，就溜咻落来，走落来，甲收起哩对吧？妈想要去阿嬷遐时阵，就要去阿嬷遐，就要去珍珠边啊，蒸露露，蒸露露。哦，洗身躯的时阵爱洗洗露露，洗洗露露。要讲到就时阵就要一个名场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妹妹，你有介意坐船啊无？有，毋过想要办了时阵就要去我们厝，就要坐马桶哦。吼，爱坐马桶哦。毋过要办一个粗卡。吼，啊，坐船啊的时阵，你会记哩无？你会记咱有去坐船啊，甲阿嬷去对无？有，咱阁有去一个所在坐过船啊，就是咱有去迄淡水坐船啊。你敢会记？足久之前。我会记哩，但是敢若近啊尔，就安尼。对哦，迄淡水的迄足近的。啊，妹妹，咱连工阁去坐淡水的船啊，好无？毋过这个甲好抓水的树啊，哦，迄岛面顶有足侪树叶，足水的对无？对啊。毋过看册人爱用开灯火，啊无就会暗就目睭会歹去。目睭会歹去。好，咱今仔日讲这巴度就讲到这。咱牵囡仔的手来听囡仔歌，后回再相会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的主题是阿米亚，也阁有洗身躯。这部说来去，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咱来介绍相关的俗语，也阁有点啊点的囡仔歌。第7集有讲到甲身躯代志的一寡事吼，像咱讲华语讲沐浴，咱台湾讲洗身躯、洗魂丝、洗身躯、身体的身，结果伊的后壁的躯变做洗身躯，变身气吼。啊，个宜兰腔，阮看手因就讲洗魂丝。我讲水，无共个腔口，咱互相尊重。就讲迄即摆较少人咧用澡盆澡盆咱较早讲骹桶，骹桶佫会走入去伫俗人语内底，讲人情较大骹桶，意思人情足大啦吼。查某人无生，查某人无生，毋值钱。要死命伫骹桶见，骹桶较早咧生诶时，咧查某人要生爱用骹桶，说阿嬷讲生囝桶较讲究诶，所以若要生就是爱用骹桶，要死命伫骹桶见，春天咱足熟诶，小舟、泛舟，说只船仔，咱讲船仔。会使小舟即摆咱感觉若像小舟较文雅，船仔就较无文雅，我嘛感觉怪怪。咱台语讲，公斤马，大斤马，大娘牛入顶出，大船再入，船仔再出。这大马好赚的，就是安尼吼。大船熟，太阳在船仔泡。
船啊跑，较高跑嘛输大船咧扫吼。即内底有讲到阮兜我有饲鸭，鸭足趣味诶，鸭过溪毋免了水，无聊。迄人吼一日到晚拢鸭过溪无聊。讲鸭食竹仔蹄，鸭若去鸭是逐项拢食拢落哦。鸭去食竹仔蹄吼，怀直无法度转洗，怀直拢无法度转洗。即内底佫讲到囡仔歌，我佫念一个，我收到囡仔歌，迄点啊点，足济，迄就是哪咧算安那念。咱来先介绍点啊点水缸，较早滴水拢爱用水缸，厝内水开开就有啊，拢免滴水。点啊点水缸，啥人放屁大尻川，点啊点地鼓，啥人阴暗要娶某。点啊点地后，啥人阴暗来阮兜？另外一种是讲点啊点啊点水缸，啥人放屁烂尻川？要啉你着啉，毋啉尻川烂到面。要讲你着讲，毋讲尻川斗得讲。另外佫较长的足长的，落长的哦。点啊点啊点水缸，啥物人啊放屁烂尻川？点啊点啊点地后，啥物人啊阴暗要来阮兜？点啊点地鼓，啥物人啊阴暗要娶某？点啊点啊点叮当，啥物人啊阴暗要嫁翁？点啊点啊点水缸，啥物人啊放屁烂尻川？点啊点珠宝，啥物人啊阴暗要来阮兜？点啊点鉛笔，你若是歹囡仔，则做白贼。点啊点啊点分分，你是英勇好汉去做军。这足长的，这实在假啦。这囡仔咧算的是哪点哪念，像这过来这个就足底啊。点啊点叮当，油叉葱目见重，阿公阿嬷牙铁腿，讲破水光红。所以囡仔人较早咧算。咧想讲，较早囡仔讲有较歹命，家己创造，家己算吼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无像山高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